樣咧，我嘅少年始於呢個博士，就同啲讀咧就研究咧，天空點解會藍？光係直線進行咁啊，點解彎彎曲曲嘅咧？咁用好多少年童心咧，同青少年同行，啲大細路咧仍然都有小朋友一種嘅純真有一個夢想嘅好奇心。少年無知，想做就做啦。中文咧就一係叫少年無知，諾言錯已飛天，天馬行空，無慮都是我 logo， 雙拐幽默在胸前。少年咧就40-50歲都話叫少年，咁尷尬嘅大細咧，其實咧有好多時係俾人誤。咁好似我自己一生人咧，都好多誤解嘅喎。啲人以為我好中意講嘢啊，好中意上台，其實咧係冇法台灣嘅啫。因為我10幾歲咧已經帶領熬千幾人咧祈禱啊，40一定好外向啊，好中意講嘢嘅。發夢發得多同埋唔係好識講客套話咧，咁所以咧變咗好似好多嘢講咁解嘅。家庭仲係發緊少年夢同埋誤解喎。好啊，好在咧我叻在咧就會剛愎自用。我好幾個咧我生命嘅師傅，但我咧係唔係好識。而家有冇生命師傅啊？生戰中應是生死，在夢想的演端，我的生命導師您在哪？如果你冇咧，就快啲揾翻一個。我問好多人咧都話冇生命師傅嘅。咁啊，好多熱愛人啦，譬如法牧師佢話，生人咧有10到8個人提過去。呢個架唔簡單係咪啊？機會啦，我同阿哥上台。做下戲玩下，唱下對台先。咁我而家近年咧，佢咧由耳濡有。我細個咧釣魚，用魚嚟嘅牧養啲童工。咁而家咧有一年咧，好中意啊，今次啲魚揾條命搏㗎。因為上一個船咧，有人咧跌咗落海嘅。咁我錢就花成皮幾兩皮嘢，魚佢都揾咗2000蚊翻嚟。所以大家咧陣間咧，今次一收錢，大家歡迎大家自由贊助。一個咧贊助我搞多啲魚，咁咧另外咧我合出年咧，勁又去嗰個洛克利亞。要幾十斤重㗎，佢出邊1斤我去啦，佢都肯定我去唔翻上船啦，喺架船瞓幾日嘅。咁啊，突破少年嘅時候咧，恩師蘇恩佩啦，咁佢咧就託付我重任喎，佢睇你學你又覺得寫文又唔叻，講嘢又唔叻，度冇才幹，有咩俾個總編輯我做，咁都係源於一首詩啊，即係突破少年啊，創刊啦，蘇恩佩姐就好欣賞喎，唔到一寫半世紀。拂曉樓卻吶喊，生戰中應是生死，在夢想的演端，我的生命導師您在哪？